你好，中歐議會取消所有相互交往嘅限制。美國嘅野心非常之大，利用貨幣、金融、軍事、消費嘅影響力獲得最大嘅便宜。可惜佢仲未甘心，利用呢啲嘅影響力壓制其他國家，甚至乎經濟體較大嘅中國同埋歐洲都會受到欺壓。我早前講過，俾美國影響力過大，對歐洲根本就冇好處。歐洲貴為實力較大嘅經濟體，你仲有乜嘢可以同美國拼？原本你有好好嘅光刻機，但係你唔盡力發展同全國嘅合作。原本你有最賺錢嘅汽車工業，你已被美國超前高檔電動車市場。顯而易見，你靠攏美國唔會有任何嘅好處。你同中國合作，反而趁呢個時機取代美國喺亞洲嘅位置。歐洲先有一線嘅生機。近日中歐宣布取消會議嘅相互交往嘅限制，深化中歐嘅合作，令到中歐未能夠平起平坐。直譯係你仲想永遠做美國嘅阿姨？